大家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只要你将姓云的小子放走，我保证不伤害你的女儿。住口！没想到大奇门的人竟然会使出这样无赖的手段。师叔他是我们大奇门的人了，他要不是大奇门的人，他怎么会来救你？谁让他救我了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云某是堂堂大奇门的男儿，我宁可死也不让你用这种手段来救我！快把人给我放了！好个愚蠢的人！你自命英雄，笑傲生死，却行事莽撞，没有头脑。我要将他放下，你真的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只要你放了我的女儿，我就让幸运的走。不能放她走。我儿存孝3个媳妇都是大奇门的人害死的，今天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哎，大妹子，高抬贵手，否则大家都没有好处。你还不快滚！我偏不走，我倒要看看让大奇门英名受损的人究竟是什么人。你脱险之后就会看到我，还不快走！好，我走。清平，女儿没事。怎么是你？谁让你用这种手段来救我的？三弟，你好糊涂啊！看来你们2个真是大奇门的人，今天我一个都不放过。二弟，咱们先抓这小子。好剑妇！都给我住手！你这个蠢丫头，怎么又被人压住了？我们这些老江湖被这些小儿把戏给骗住了，绝不能放这2个小子走。让他走吧，只要他不伤害冷堡主的女儿。哼，小子，你不是要走吗？来人，把马牵过来。是。好小子，走吧。司徒笑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！笑儿，快跟我去！大家不必着急，他们跑不掉的。我早已在马蹄子上放了香料，这样我们可以指导大奇门的巢穴。哼！冷姑娘，你快点先走吧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还请你见谅。你们也要小心，我爹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。多谢姑娘，姑娘，快走吧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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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驾！
爹，平儿，你没事吧？女儿没事儿。那就好，你自个儿先回去吧，我们继续追。走，我们追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我们上当了，我们被这马给引开了。这小子真聪明，机关被他看破。放心吧，这山虽然大，但出口很少，只要我们慢慢搜，就一定能够抓住他们。我倒想看看这俩小子能不能逃出老身的手掌心。告诉各个弓箭手，守住所有山口。咱们其余的人分2路搜山，走，走，走，不孝女儿愿意追随所爱，与他同生共死。女儿不能在爹爹身旁尽孝，望爹爹保重。不孝女儿轻霜拜上。姐姐，你去寻找自己的真爱了。那我的真爱又在哪里呢？钟叔，师傅，钟叔，看到他们了吗？还是没有2哥3哥的踪影。我们不能再等了，万一五府的人寻来，这把大旗门难以保全了。大哥，要不要派几个大旗门弟子把他们找回来？他们要是没事儿，自然会回到塞外来。我若是派人，只怕是救不了他们，反而损失更大。大哥说的也对，现在大旗门子弟衰微，保存实力更重要。可是，就这样丢下唐儿和征儿了吗？我这也是无奈呀。大旗门子弟听令，在！我们速回塞外，重振旗鼓，以图早日复仇。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狡猾的年轻人，可惜你的对手中还有一个司徒笑。你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不会落入他们的算计中。你肯定要背道而行。你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，你的伙伴也受了伤，你就乖乖的看我的吧。你，等一下，你又要耍什么花样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如此逼我？你是和我无冤无仇，可是你是大旗门的弟子。好，今日你要是不杀我，我就拜你为师。日后我可以带你寻出大旗门的下落，要不然，还可以带你去寻出大旗门的宝藏。宝藏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江湖上的人都知道，我们大旗门是有宝藏的。合则两利，分则两败，信不信随你。哼，那好，那你现在就跪下，拜我为师。我一定要救出师弟，留下性命报仇雪恨。今天就算败他一败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败就败。
铁中堂拜过师傅。你，好，哎，还有他呢？啊，他此刻神志不清，等他清醒以后再。铁中堂，你这个无耻的狗奴才！你以为我刚才什么都没看见吗？三弟，呸！谁是你三弟？我身为大启门的人，死为大启门的鬼，而你是大启门的叛徒！这算怎么回事呢？啊，他有点神志不清了。哦，好啊，既然神志不清，不要也罢。等等，师傅，如果你要杀他，我怕他会脏了您的手，这点小事儿，就交给徒儿来办吧。好，来。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家伙，今天是你自寻死路，我就成全了你了。三弟，站住！小子，我看你往哪儿走！我大齐门铁中堂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田公子，快跟我走！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怎么能跟你走？10年前，铁公子你爹铁一前辈救过一个叫赵其刚的少年，那就是我。我虽然是个粗人，但从未忘记救命大恩。只可惜铁老前辈不知去向，我只有为他的后人尽一份心力了。公子，走吧。不，赵兄，你带我兄弟先走，我留下来断后。公子，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你一起带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3人的性命都得丢掉。你先走，我留下来帮你们挡住追兵。公子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？公子要是不走，赵某也陪着你在这里一起等。赵兄，我知道你是位恩怨分明的人，你怎么能让我做那种不仁不义之人呢？我从小深受云家大恩，我要把他留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赵兄，你救他一命，就等于救我一命，家父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。我把我兄弟的性命交给你了，赵兄，快走啊！赵兄，你听着，你要是不走，我就死在你的面前。想不到世上竟有公子你这样的铁血大儿。好，公子多保重。贤弟，你这是快让我进去再说。好，快进屋。好。来，干爹，出什么事了？这是我恩人之子的义弟，是大齐门的人，现在正被五福联盟的人追杀，你们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他。我得马上赶回去。怎么这样着急？我那位恩公之子还在山里被追杀，我得赶回去救他。大哥，何意，
这个人就托付给你们了。放心吧，救人要紧。哎呀，这个年轻人伤得不轻啊。何姨啊，你给他清洗包扎一下伤口，我去拿金疮药啊。臭小子，看你往哪儿跑！司徒笑，你现在是越来越有长进了。老身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你号称是我们五福联盟的军师，竟然被一个黄毛小子暗算了。哼，你真是神机妙算呢。盛大姐，你这样身经百战，不也是着了他的道了吗？要不是存孝贤侄在一旁，还说不准会弄成什么样呢。冷堡主，盛大姐，司徒兄，哼，你们回来的好早啊！不知有没有收获啊？收获，没吃亏就算不错了。我们今天可没白忙啊，给大家出了一口恶气。我们一直把那小子追到悬崖边上，那小子拗得很，还要跟我们拼命呢。他那些招数啊，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奏效。我大哥将他一掌打下山崖，我看那小子一定是粉身碎骨，绝对没有活命的道理。这么说，那小子完了。总算除去了一个难缠的家伙。司徒笑，这回他们也算是为你报仇了吧？这次与大奇门的拼杀，生死攸关，可是霹雳堂的霹雳火却不来，他太不讲义气了。等哪天老身要是见到他，我一定要向他讨个说法不可。霹雳火一向是我行我素，从不受约束。我看盛大娘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。要说不受约束，你那两个女儿是最不受约束的，居然暗通大奇门的弟子，现在可倒好，连个人影也见不着了。不过你失去一个女儿，却得了一个大奇门的女婿。哎，你快要做外公了吧？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经过这一次的拼杀，是把大奇门打得七零八落，人丁凋零。就算你那丫头为大奇门多生几个男的，也不足为患了。娘，怎么，娘还说不得了吗？啊，我这个军师也技穷了，累死了。先告辞了啊。这也太无聊了。笑儿啊，咱们也走吧。啊，冷大哥，我们也告辞了。
是谁？为什么会掉到这深谷里来呢？我是被仇人追杀，才掉下山崖的。我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活着。仇人为什么要追杀你？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可以告诉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叫水灵光，我从小就长在这里，都18年了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你真的住在这儿？这个地方这么荒野，你为什么不离开呀？找不到上去的路，我猜只有小鸟才能飞得上去呢。难道你从来就没有去过外面？我不知道上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，我能够上去看看就好了。烧饭的时间，娘在找我。你不要走啊！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寒风堡的人？谁要喝你们的臭药？你们五夫该杀的人！何姨，他吃药了吗？何姨啊，这个年轻人是你义父托付给我们的，是他恩人的义弟，他再三叮嘱我们说，要好好照顾人家。你不要老是冷冰冰的样子，人家看了还以为你对他有什么恶意呢。我只对你和干爹好，其他人休想。哎。师傅，您老人家去歇歇好吗？这几件又不是太难打造的兵器，您何必亲自动手呢？东西虽不难打，但是数量太多，寒风堡又追得太急，我不动手怕误了人家的事。
我们跟韩风宝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从来没有误过期限，这样你赵二叔也有面子。他们跟韩风宝有联系，不，我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。贤弟，找到小恩公了吗？哎，找了半天也不见他的踪影，恐怕已经凶多吉少。哎，小恩公的义弟呢？啊，何一刚给他施了药，大概睡了。我进去看看他。啊，人呢？大哥，他人呢？怎么了？他一定是从后窗跳出去了。现在外面都是抓他的人，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对得起我的恩人？那个小恩公可是个顶天立地、重义气的好汉，他再三托付我，一定要照顾好他的义弟。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找回来啊！放心吧，贤弟，他伤得重，不可能走太远。我现在带上所有人去找他。师傅，没发现他的踪迹。他身上伤得不轻，不会走得太远。我们连一个受伤的人都看不住，还有什么用？走，继续找，走，走，继续找，撤！姑娘，我不是坏人，我姓云，我迷了路，滑到山坡下面，所以受了伤。姑娘，能否载我一程？夫人，有一个受伤的人求我们载他一段。米儿，让他上车吧。哎，我们家夫人叫你上车。谢谢。来吧。夫人，有一帮马队过来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有事吗？小的是村里铁匠武振雄，请问，怎么你不打铁改行做劫路的强盗了吗？哪来的泼妇，讲话如此无礼！夫人，真对不起，我正在找一个受了重伤的人，我们到那边去找，走。公子，现在没事了。我姓温，叫
叫温太太。温姑娘，恕在下无礼，我。公子不是摔伤的吧？你不必隐瞒了，江湖抚慰救难是应该的，更何况云公子你还受了伤了。是，我是被仇家追杀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姓云啊？公子方才自称姓云，难道现在就忘了吗？公子，敏儿，公子伤又重，赶快去医治。这。醒了，我真怕你醒不过来，我给你带了吃的。来，吃吧。慢点。别噎着。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啊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不能够让老爷知道，不然我们就白救了。你先看着他，我去应付老爷。哎呀，老爷，你不是去寒风堡喝寿酒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巴不得我不回来是吗？哎呀，怎么会呢？哎，怎么了，老爷？你受伤了吗？这种伤是不碍事，只可惜瞎忙了一个晚上，给大齐门的人跑了，一个活口也没有抓上，不然可以知道他们的老窝，把他们连根拔起。哎，我离开这么些日子，你没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？我哪敢呢？人家一大早还到庙堂为你祈福去。你看，老爷，你不是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吗？我就喜欢你这张嘴，甜。哎，老爷，怎么了？你受了伤，泄了气，我先去炖碗参汤给你提提气吧。好。老爷，您先歇一会儿，待会儿回来好好服侍你。好，可要快去快回。啊！你瞎了眼了，想沾姑奶奶油啊？对不起，师母，对不起。呸！谁是你师母？我还没嫁呢，小心你的臭嘴。是。师傅，刚才啊，是我。夫人，云公子呢？还没醒。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万一让老爷知道了，我俩受罪不说，他的小命也不保啊。敏儿，早前大夫开的药呢？在厨房。桃花屋那边比较隐秘，你先把云公子转过去，我去厨房煎药。老爷他也待不了几天，他……贱人！你竟敢把男人搅到我的家里来了啊！不是，老爷，我只是可怜他，我所以……什么？你安的什么心我不清楚。我看是什么样的人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的女人！老爷，哼，原来是大齐门的臭小子，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，去死吧！老爷，你不能杀他！你干什么？
你方才不是说要留一个活口吗？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听我说，江湖上都知道大奇门是有宝藏的。你为什么还不拉他出去用刑呢？你的刑具那么厉害，就是铁打的汉子也挺不住，何况他一身细皮嫩肉的。呆呆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大奇门的弟子虽然不是铁打的身子，却是铁打的心肠。你就是把骨头都捏碎了，他也不会吐露半个字的。那怎么办？真的要杀了他吗？硬的不行，我自然要用软的。什么是软的？你这么聪明，我就不说白了。你想叫我用美人计？聪明。温柔乡就是英雄种，除了那一套以外，这世上恐怕再难有人骗出他的口风了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跟了你以后一直死心塌地，现在却叫我跟别的男人。好了好了，只要能把事情办成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好啊，我要分你1半家产，还有再还我自由身。呆呆，你好大的胃口啊！老爷，我知道你从来不做亏本生意，你肯这样牺牲我，当然是掂量过喽。虽然我讨厌这样偷偷摸摸的生活，可是我也不想离开你。既然老爷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也只能勉为其难，你看着办。反正你杀了他，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好，你只要能把事情办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好吧，我这就去了。好。哎，老爷啊，你不吃醋吗？啊，不会吧？啊，事情办得利索点啊。行，老爷，你先回去歇着，待会儿我叫敏儿给你送炖汤。好啊。我看你有什么本事，分我1半家产。哎，师傅，师傅肯定被你蒙了。哎，你妈个小包子，姑奶奶早晚把你的嘴撕破。哼！夫人，老爷真的不杀云公子吗？哼，老爷这个老狐狸绝对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他要利用我，肯定背后有着什么阴谋。我们现在只能见一步走一步，云公子那条小命能不能保住，就看他的造化。敏儿，这回你可要配合我。是的，夫人。